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节目一开始，向下来讨论农民嘅正业灾害。农事其实有许多危险嘅素材哦，本风嘅钓到，本砂锅熬到也得，本热到热水客，长期爱把爱看按多按重嘅东西，会有个传染痛，韩国验证化学药剂造成中途也得，如系常见嘅伤病。唔过验证农保抢生育肌肤、身心障碍肌肤上涨津贴。无像劳保还有正业灾害保险的保障，农民拄到也按到的商品呢，价格如系自家卖药的来说来查，自家想办法复签，也个补偿保护方面非常不足，未产生呢后续许多嘅问题。接下来嘅树爬，入邊除直接做對配，修復兩兄弟嘅口人，用草個用機生嘅方式來管理，生態特別豐富。要不然多嘅時間，好容易會有沙果呢，尤其我哋收嘅葉嘅天嚟下，我哋如果是咱爬泥地背呢，還有沙果鎖上去以後，好，給各位動員。你說這邊有發現有蛇過？有啊。什麼蛇？我上次是看到雨傘節，那不是有毒的嗎？對啊，劇毒，而且是我就是跑進來看的時候，它是在我正上，那後面那邊那一棵，在正上方，我就只有聽到聲音，然後沒有注意看，一看下去，哇靠，就在樹上。對，而且離我差不多就這樣的距離這樣。天都兩下口仲要大概300公頃案發，修復兩兄弟10年前天天嘅老虎下嘅搶人貴重口樹，遲嚟我哋發展新嘅產業，啥食材做到一硬掉。怕剪刀有時候自己不注意的時候會剪到自己。對。就只有這種比較不小心的狀況。OK。至於說會腰酸背痛，一定會啊，因為你做整天其實都會比較累一點。有嘅時間會攰嘅輸入唔會痛嘅，嘛係無路你看醫生，如果講入邊嗰種發炎，你冇法度做事啊，你暫時都停工差唔多1-2個禮拜啊。我們為什麼要種草？就是一草一草啊，那我們就省得種這一種的，就叫馬蹄金。啊，不過你們就要，你們這樣就要蹲下來。對，其實我們的膝蓋容易受傷。對，就是這樣。為對太體好，幫草兩石頭填出為主，上下即箍出係貴熱。因為幫草攏愛顧下去啊，所以顧上顧下啦。哈，啊個幫樹會痛，哦，只樹會痛，啊就腳切條，嘿，切條。你咧幫嘅時間有奶，有時會噴啊，哦，啊所以會噴到冇住，啊有時會感染。唔單止安樣，風涼果龜頭用呢，農民介紹全上了了。防護都盡量逐個噴的啦，啊戴帽嘅，戴目鏡，戴墨鏡，安尼樹腳。啊，都叫嘅都愛去本人瞧一下，係錯嘅。這群7-80歲嘅老農民，可能推過地練夫山來來去去，為管家老細練夫立推過，就唔會半個轉掉。從頭嘅嗰位年尾，我用去上去下。係啊，用樓台啊，阿東面樓台啊，你見家灣阿東面個紅冷啊，個發，用擺陽光嘅，上嘅你陽光嘅，個門冷，後擺因發樓台腳半杯咯。S 腰帶哦，係安全帶。我哋
做好天一个海，结好天一个工作台，两下班出去上行山了安个树档，老家个割下来。好天气啊，好天时冇落雨时节了。第二是台风天，风大嘛，危险就没有再爬。中午做一种的蛇啊，有冇爬完去爬？多多少少会啊，会惊安全问题啊。爬树那种东西本来感觉危险性高过啊。做农事看唔到嘅危險很多，冇強壯嘅環境又冇強壯嘅危險。竹竿安尼真棒啊！吼，也剪头也是咧吼，我有时把它拉伤，吼，因为不是要帮竹竿啊够强的啊，吼，啊落雨天啊吼，顿跌毛药水用的啊，人竹啊，我落雨啊，我跌啊，我跌毛药水够辛苦个。林子聰仲嚟30年車歌，係為寫作歌，基本托就算頭一些。就算係講無風啊，嗰唔會沙葉，嗰唔會撞到自家身體啊。戴口罩都衝眼嚟沙，啊衫褲褲嘢全部捉長袖都出嘅啦，安尼啊。你戴口罩聽唔會披？多少會啊？冇法度啊！啊，有的人講功夫嘅啊，吼，都買嘅咧防毒面具，細粒俾人哋拉把嘢啊。当起风的时候，它的一个喷药的一个飘逸的现象是蛮严重的。我曾经看过有一个，就是我们的朋友的爸爸，就是说喷有关家保护方面的一些农药，然后就是没有做好防护，导致说送医急救的事件。农药是化学性的，那在生物性的部分，包括。他们会赤脚的在土地上会有寄生虫或者是一些细菌、霉菌等等的感染。做農事其實也當為咗社會，冇處係觸到相關嘅平圖。唔講農民都到了清醒嘅世界，單單都係自家去買肉嘅類事，冇處自家去做福建。冇呢半成開。我嗰份定係冇買去食肉嘅，安尼食肉我冇買去食。我都甲掉掉搞。係啊，安怎咩一做又痛又咩一做啊？因為嗰當然睇本就想講，比如說是加四條啦，打脊椎有用的傷到，還是講膝蓋有用的，長期下來的這種狀況，大部分健康人還是怎麼講，就自己去承擔啦。有發現到農民他其實很蠻能忍痛的。確實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。其實這些農友他們其實也都會蠻刻苦耐勞的，會能忍則忍，那可以做多久算多久這樣子。我們的台灣的農民，他應該是一個比較任勞任怨的一個族群，所以對他的自身權利部分，在尤其特別在職業災這個部分，在以前有發生事故，大家都自己自認倒霉，就自己處理掉。呢條商品都係啲農業環境都到嘅認為，冇處係長期做農事至到嘅。不過日本講到專業生活，大家是會想到勞工，唔會想到農民。因為其實我哋對於我爸爸安尼傳下來，如何運作，其實嘛冇講有什麼職業傷害的觀念這樣子。包括我哋更加後生嘅過來，我們在整個族群在討論的時候，大部分冇睇講到有嘅問題啦。所以講，你若講安樣種安樣會賣，安尼，唔好講安尼自在的一個狀況的觀念，改善，真係改善。老商品裏邊對農民來講，要填貼嘅收入很難充擾。有時間我開下是到我三餐都還沒有溫飽，我那會想到講我根本會送，會那去輸送咯，還是講去送到我去家那地方安尼。所以以職業災害來講的話，其實農民不會去很在意，反而是在意說他的農作物有沒有出口的地方。因為我哋入口也可以食飯嘛。
农民大体来讲，都随时下台，转身份盘很慢，强攻前无人来听做，很个单单都系小农，了了推翻农产业嘅提示，都加重嚟农民嘅負擔，也增加農業嘅專業災害風險。65歲嚟做啊，吼，平均呀，我哋從這樣嘅響啊，吼，1佔60%、70%嗰度啦，年紀較大嘅，我估數佢哋對人咧嚟研究做些吼，啊，佢哋抵抗力較冇咁好啊。包括日本或美国，他们在农业的职业伤病其实都是高于其他产业的平均，对，所以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。可是，在台湾呢，其实并没有被重视，也就是说没有充足的资料或调查。一般来讲，勞工係要住在概念，發生住在底下，也要法律保護你，偏偏會出嚟來做事，農民就冇乜嘅保障。從係農保是做生育給付、宣性狀為給付、送總津貼153000元，下個勞保本做普通事故保險、勞專業災害保險，包含生育、傷病、船內、農業、事務、住宅醫療等給付。勞工係講發生專業傷病事故，對造成唔得嘅提醒意識，補出偏於額投保薪資嘅諮商，專為住宅事務做得強調45張嘅額投保薪資。農民天天就會做些一條按單一條塞死嘅，農算真係在可以做，但是目前的農保底部都完的條例可以補出一點。沒冇數據吧？啊，但是啊，農民都冇做都冇好事啦。私農工商，讓農民冇勞保安尼保護你。現在最主要問題是法規過於陳舊，好，目前現行的法規對我們尤其農保跟勞保之間，我們就看到很多的差異。因為勞保它是針對雇主有一個責任歸屬，可以來照顧從業者。可是目前農保的部分沒有把這個範圍納入，他可能就完全喪失工作能力，甚至呢更不幸的，如果發生死亡，那有時候會影響到整個家庭，所以這個就是職災補償的重要性，它是一個社會安全網，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。那在這部分呢，我們目前對農民的保護是相當不足的。農民專業傷病風險高，不過補償保護實在都唔難，也產生遇到相關的問題。如果有那個社會保險，就是職災保險能夠納入這些農業工作者的話，其實他們如果有職業病的話，他們都會被登記起來，那都會變成資料，也可以作為日後預防的時候的參考。群眾認為，該按少唔代表農民受到嘅專業災害出少，係農民冇到住宅保護嘅體制內。南區職安中心在南部這6個縣市裡面，除了高雄市以外，大概今年目前到我們所謂工作場所職業災害，大概有46件。農民的部分才大概3件左右而已。我剛剛是以死亡來講，但是只要受傷的話，就隱性的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多。比方說像被蜜蜂叮到啦，被豬隻撞到啦，甚至被噴藥的問題造成它的一些疾病上問題，這部分就沒有辦法顯現出來。單就農民來看，那因為以105年底，他農保的被保險對象大概是123萬左右。例如說，可能受雇農場。或者是一些自營作業去參加相關工會進來勞保的部分，大概只有66000多人。那目前其實這個數據懸殊很大，所以其實在農保這邊，它實際一個職災的狀況全貌，目前是沒有基礎的一個資料可以看出來。當農民為生計做努，研創研究做到熱心平圖，也接受老兩條平圖，話到係農業平，實務到除了嘅時期。農業老同茶嘅空氣和安全，馬英對受顧呢。